冇去過深圳大悅城15米高機械廢土世界一定會後悔呀！呢度跨越雙層空間，佔地超過1萬坪，全場遊戲項目超過80款啊！中意刺激？呢度有大排量嘅電單車競賽，仲有全球首創嘅 RC 級別賽車，實景模擬賽車場景夠晒嘥把，仲可以去 VR 大空間一齊玩聯合戰場。仲有超級刺激嘅高空拓展，感受高空刺激，有多個玩法。呢個真人 CS 真係刺激又好玩啊！仲可以去挑戰埋 VR 槍戰添。呢度仲有6條賽道保齡球，可以多人對戰。仲有飛鏢、手作坊、淘金沙，真係小朋友嚟都一樣咁開心啊！就連模擬真實飛行嘅體驗都非常真實，而攀石新手都好容易上手啊！記得登入埋呢個冒險島可以儲分㗎，呢度仲有免費 lock 卡添。5號線靈芝站 F 出口直達深圳大悅城，去到5樓就到 Party Day 啦！呢個假期快啲約埋朋友一齊去玩啦！